分享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。年過體咧，吼，大家又漸漸嘅開始開始做事啊，又開始真到呀當無限嘅呀平常嘅生活。我是有當人啊，經過安尼一段時間呢無限這樣子的忙忙碌碌之後，我會覺得我需要休息一下，我需要來充電一下，所以他可能會進行一個短短小小的旅程，然後就讓自己充滿電，然後再轉到要在工作的崗位。但是呢，吉姆耶兒童大家是嘅一家旅遊作家，他用文字來記錄佢幾張離航嘅過程，韓國他經過了一段400多天的旅行，是400多天哦，有懂 TPM 啊，韓國加懂細膩的文字啊，大通嘅非常懂你，應該叫了分享給吉姆耶來賓，他叫做雪兒，歡迎雪兒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雪兒，那很高興又回到了福氣來了，按着誰哦？嘿，冇錯，上擺係聽媽媽窮下來，對不對？但這一次是自己來，因為呢，亞柏這在2016年10月的書叫做《自己才是旅程的終點》，所以就是要自己來了。對，沒錯。其實我本來有就問我說，媽媽要不要跟我一起來？她就說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，她自己害羞了這樣子。對對，所以自己才是旅程的終點啊！亞本書怎麼該不人家怎麼樣會叫這個名字？因為我覺得應該是說，很多人都想要在成長的過程中找尋自己，因為就覺得好像我們小時候都會有一些夢想，可是當你越來越長大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，哇，夢想好像消失了，不見了。對，而且已經進到了工作，而且你知道我們小時候爸媽的期望就是，哎，你有穩定的工作，趕快結婚，趕快嫁人，趕快就是買房子。可是你就會發現，哎呦，突然間已經快到30歲了，什麼東西都沒有，對，工作不上不下，感情不上不下，什麼，對，所有東西都不上不下，那你就會覺得，啊，自己好像變得一無是處的那種感覺。對，你也曾經遇到過這樣子的困惑跟疑惑嗎？對，你會覺得好像卡在29歲這件事情，好像好像每一個人都過了那個關卡，可是明明你已經要過去了。好啦，時間不等人，我們一定要過去。可是你那內心的，好像在熱鍋上面的那個螞蟻，對，然後就會覺得，那想要為自己有一點小小的改變，那所以就會開始很擔憂，甚至有一點點焦急，對不對？可是這個焦急卻是無力的，對，因為你會覺得沒有人幫你，你的爸媽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、你身邊的所有人都跟你說，不要想太多好嗎？對，你趕快回去工作。對，好了，我哪一天再叫某一個人幫你介紹男朋友。又是這一句話。對，大家好像就一直把你推坑這樣子。然後，所以自己才是旅程的終點這本書，這次其實也分了幾個不同的角度，6個不同的角度，對，來介紹。對，那是哪6個不同的角度？因為我覺得我其實應該算已經旅行回來了。那你會發現旅行回來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，啊，我以前出發之前是迷惘，回來之後發現我更迷惘了。很奇怪，對不對？為什麼？你不是應該出國，然後覺得充電，那獲得滿滿的能量之後，然後回來就 yes， 對，我有光明的人生，趕快繼續哪個神發。嘿，但是回來之後，你就會發現口袋空了，對，然後你有很多的想法跟願望，好，例如說想要回去就是幫家裡做一些事情啊，開個咖啡店啊，或者什麼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你什麼都沒有，然後大家只會告訴你，你趕快找工作啊，你要不要趕快找人借啊？原來你回來的問題都沒有解決，對，跟你出發之前的問題是一樣的，對，所以你經過了好幾次這樣子的重複的旅程，回來之後發現，雖然我的心靈已經得到了一些充足，但是回來還是得面對本來
逃避的问题。对，所以其实这本书的6个就是写，就是说，我在回来的这2、3年的过程中，我不断的在写文字，那我也不断的在旅行，但是就是工作中的那种小旅行啦，对，去个亚洲的一些国家，你会发现自己也在慢慢转变。旅行的一个养分，它会在滋养，包括你在工作、感情，然后梦想，还有家人这边，它会慢慢的在做一个化学作用的发酵。对，所以其实这本书自己才是旅程的终点。其实黑狗要按都叫构图，就是你旅行对于这么多个层面的改变跟转变。嘿，对，所以呢，其实雪儿去了这么多个国家，没出来懂得本书，这本是这个算是自己个人的第4本书，第4本书了。对，那你可以稍微跟观众朋友再复习一下，你去了多少个国家吗？好，其实你知道，那400天回来了之后，其实400天是纽西兰的400天，对，纽澳的400天回来之后，我就工作了。工作之后，其实我是在前年又把工作又辞掉了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会觉得人生既然你有一些向往，那你就应该勇敢的为自己去改变。所以，前年离职之后，我大概又旅行了1年半，去了25个国家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其实我觉得唐雪儿这样子说后，好像懂简单。就是义无反顾的去追梦，听起来很简单，其实实质上真的要做到是很困难的。因为从阿 Q 梦对我来讲，我可能要放下我本来的工作，我本来的想法，我在台湾的朋友，我的家人，可能本来2-3个礼拜，一张年就会赚到副卡宽动感跟不卡印，但是我因为出国，我想要去做一些充电，但是我必须要放下他们。对。这些东西对于一般大众来讲，我觉得是有困难的。但是我会其实跟很多人在说一件事情，就是远行这件事情或是旅行，其实年轻人真的需要一个叫做 gap year。对。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已经工作了，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叫做 gap life。什么叫 gap life？ 就是间隔的一个生活。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现代的人下班之后回去就是怎样看电视、上个网、滑手机。假日呢，就是跟朋友去看电影、吃个东西。你的生活是满的，很满的。那我真的觉得，你真的要一个人到了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地方，然后呢，一个人在那边生活，你要把生活还给你自己，你要把你的脑筋还给你自己，你才会发现，哦，其实你虽然看见的是，好像我的朋友都不在我的身边，我的家人都不在我的身边，但是你拥有了你自己这件事情。你开始会去跟自己思考对话，对，因为懂得事情其实将有1-3年的时间，你才会去想，因为当你有太多的外援的因素，你有朋友在身边，你就会可能跟他们讲你的生活的琐事啊，那是一种从自己送出去的分享，或者是从别人得到的回馈，但是你很少去自己的反思，对不对？你少了去检视说，哦，我自己可能在人生中我遇到了哪一些困难，那这个困难我应该怎么样的去解决？对，你永远不会去花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你以前就会觉得我只要把问题抛出去，人家就会回答给我了。可是当旅行的时候，所以我都会觉得，如果有机会，真的要一个人去旅行。对，为什么要一个人去旅行的原因，就是你才会开始解决问题。那解决什么问题？先从温饱的东西解决。对。所以呢，你觉得这一本书适合推荐给怎么样的人来看？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推荐给，虽然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是大概1980到90这个年代，我们大概比较说年轻世代，因为我比较写的就是我们的感觉跟连接到现实，它其实跟一般旅行书比较不太一样。对，它不是旅行书，它一般旅行书可能大家市面上看到的旅行的书哦，可能就讲，去哪一片用的做得高啊，去那条景点啊，可以去哪里看风景啊，然后我可能可以去哪里省钱啊，还是说你可以路线应该用的安排才不会绕路。但其实这本书，它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对。我觉得它是一个走心灵的路线，它算是你的日记的分享。它应该是说，它是让你觉得回来之后心灵的沉淀。它会告诉你一些，
回来跟现实连结的这件，像里面我就有写到一篇，就是你要回来原本的土地，种下你的种子。对。那我觉得他是引导一些旅人，他去启发自己，对我其实是可以被改变的，对我可以其实过得更好的这样子。真的。然后前面一开始 Annie 有跟你讲啊，就是可能女生到了一个年纪就会开始被推出去，爸爸妈妈、亲戚朋友就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身边有一个很棒的男生，我是医生啊，工程师啊，我真的觉得可以跟你超配的。”尤其是现在什么，就是过年期间，大家不是糟糕，过年前一波的过年，很多女生回到家啊，不管是女生、男生、女生，通通都一样，只要是单身的、还没结婚的，回到家里就会开始被问。对，然后你就会不停的被亲戚们轰炸，就觉得你怎么没有结婚这件事情，那个罪大恶极。就算结了婚没有生孩子，也是罪大恶极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在东方人在华人的世界里面，尤其是女生，大家都会很急着把女生推出去。男生他们我觉得还比较好一些些，但是女生她就会觉得啊，糟糕，你这个30岁还没有嫁出去就是败犬。我真的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对，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旅行回来也是想说啊，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找一个对象，然后把自己消出去，这样好像完成，因为我已经完成了一个很大的旅行嘛，完成自己的梦想了。那你是不是要进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？对。可是后来回来的时候，你就质疑了这件事情。为什么我好像一定要顺着别人的轨道去做这件事情呢？对不对？虽然每一个人的轨道都是这样，但是每一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生想要做的事情，而不是一定要顺着这种按部就班的方式来。对，真的。所以呢，听自己心里的想法，自己才是旅行的终点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要同大家来分享雪儿的故事。好，歡迎大家又進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總群阿權妹。今日節目喺度來同大家分享嘅係雪兒，佢喺2016年發行嘅書，按到7家將係離場嘅終點。一本書分呢同多層面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各個不同的角度旅行，對各個不同角度帶來的改變。可以剛剛 Andy 講到就是感情觀的部分，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，在你旅行之前。在你學着獨立之前，你的感情觀是怎麼樣的？其實你會不會覺得，你知道嗎？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年輕的人小時候就被2個人害了。哪2個人？一個是瓊瑤，《還珠格格》小燕子、紫薇跟爾康，再來就是言情小說。對，那時候不是每個少女的書包裡面一定會都有一本，沒錯。所以那時候就覺得人生一定要談什麼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。對，沒有錯，這沒有蕊好的哦，這真的是大家說出來就會直接接上去。真的，你就會覺得我這一生就要奉獻給愛就行，然後即使我死了，也就是死無可憾。就是海枯石爛、滄海桑田都沒有辦法改變我的愛。對，就是這樣，就是被那種情歌所害這樣子。對，可是到了那種現實之後，你就會覺得根本不是這一回事，好嗎？對，然後真正談了感情之後，你才知道那個摩擦，對，你很想要走到最後一步，婚姻的披上白紗，對，走上紅毯的那一天，對。可是你知道嗎？有時候很多東西是過不去的，對，尤其女人越想要的時候，男人就是越想要放手，真的。對，你手越握越緊，他放得越開，對，所以你知道嗎？那個時候就心裡很沮喪，為什麼我想要的得不到？對，然後其實也覺得在感情裡面很委屈，因為你知道就是被害的嘛，感覺就是說這麼付出了、努力了，為什麼到最後得到的是這個樣子？因為我覺得其實很多剛開始談戀愛的女孩子，可能因為我覺得應該大部分女生可能大學的時候開始談戀愛，對，那可能因為是初戀，那可能就會付出很多很多，因為這個是我第一份得到的愛情，所以我想要用我所有的力氣去愛他，珍貴他，我不想要有任何在他面前的不好、不理想、不完美，對，但是
你去配合另外一个人，之后的你自己还是你自己吗？其实你会发现，你会在爱情里面慢慢的遗失了你自己，是真的把你的世界都好像围绕着另外一个人在旋转的那种感觉。当他已经不在的时候，你的世界就是什么天灰地暗。天崩地裂，真的哦，不是只有我这样哦，是大家都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到底我做错什么了？你会一直在质疑自己，你不会去找一件事情，其实你没有错，你只是遇到不对的人而已。可是我觉得，其实这种感情上的一些泥沼。一些陷入进去的困境，有时候你气嘎本气嘎就是有时候是你自己让自己掉到这个困境，对，你自己觉得说，我觉得这样子对他是好的，我觉得这样他会爱我，对我都已经把他爸爸妈妈安抚成这样了，对，可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你自己觉得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付出了好多哦，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好媳妇的样本了。真的，我真的付出好多，可是最后我还是失去了。但是有时候其实这种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，甚至同时也给了对方。对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就是你在分手之后或是离开之后，你反而没有办法放下。其实都已经离开了，最后两个人都决定就是结束了。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好像你放不下那个时候的自己，你会一直也陷入在一个感情里面的一个泥沼。对，那时候的自己可能不开心，但是你好不容易脱离了，但是你却一直想要回到不开心的状态。对，其实你已经脱离了那个环境，你也知道你也脱离了，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，你就是那种夜深人静，你就会觉得黑暗吞噬了你，寂寞吞噬了你，听到了情歌，你就两个眼泪就是啪流了下来。对，我觉得其实可能很多女孩子都经历过这样子的天灰地暗，我觉得我也是，因为像其实。我人生第一次失恋是在我23岁的时候，那一次对我的打击非常非常的大，因为你知道很多女生可能在18到22岁大学的时候，就会开始谈恋爱呀，那谈个1年两年，可能就会经历过一些挫折。对，但是我其实是谈了蛮长的一段恋爱。然后我才失恋了，然后失恋那个感觉真的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心被撕裂的感觉。你会觉得好像要死掉了那种感觉，好可怕哦！你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会觉得突然有一个人把我抓起来用晃的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，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，一个很乐观的人怎么会遇到这样的？对，身边的人也没有办法想象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不要想太多。可是你有时候不是叫你不要想太多就可以的。对，这件事情还是得靠自己去慢慢的体会。没错。而且我觉得从失恋到恢复单身之后，我听到一首歌曲，让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。它叫做《爱笑的眼睛》，它的歌词是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。那我就想说，过去的我在谈恋爱状态的我，我失去了多少爱笑的眼睛？那我觉得其实我是在旅程中找回这个爱笑的眼睛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觉得也是带着一些沮丧，还有一些类似过去的一些原罪啊，到了国外。那其实到了国外，其实一开始也是不开心的。可是你在慢慢的许多人的旅程的经验里面，然后呢，跟他们开始一起生活，然后一起工作，然后一起旅行，你才会发现。哇，在这很多事情里面，其实你不是最惨的那一个。而且我觉得，其实单身去旅行是好的，单身去旅行有非常多的好处，对不对？有哪一些好处？你可以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再来，你可以听到好多的故事。我就说，其实我们会带着一种，我说每个旅人是病人。因为病人他可能带着很多不同的故事来到这个地方，但是他不会一开始跟你分享。对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也可以跟你分享，因为他在自己的地方找不到可以倾诉的，不管是感情里面。所以其实你知道吗？我在旅程中听了好多人的故事，然后失恋的故事，然后呢离婚的故事，然后呢失去孩子的故事，生病的故事，失去家人的故事。你才会发现，其实你并不是唯一一个那么惨的灵魂，对，那么惨的人。然后呢，好像因为这件事情你变得没有办法生活。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
对，但是在旅程中的人，他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说啊，你不要想太多啦，赶快回去。每个人旅程你知道吗？就像这样子，很简单的，就会给你一个拥抱。那个拥抱就是我了解你。对，那我们都放下，对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放下过去，我们一起在旅程中找回我们那种爱笑的眼睛，看见不一样的世界，大叫大笑都可以。真的，虽然前面经历过一个很不好的状态，但是也是因为有这个很不好的状态，你才有情绪跟动力去下一步，去跳脱，对，去做你本来觉得我不可能会做的事情。是因为我的人生就已经悲惨至此了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对，你就会觉得好像你知道吗？我其实，在旅程中，我真的遇到几个人，他跟我说，其实那时候在那时候的自己，其实下一刻就是想死了。所以他就说，那想死之前，那为什么我不给自己一个旅程？但是他在旅程中遇到了我，或是遇到了谁，他会觉得是啊，人生还是这么的美好的。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，那不需要再把这个问题再扩大了。对，那还有更多自己可以去做的事情。对。好棒，雪儿真的好棒。没有，你经历过一个不好的状态，不管是工作，不管是感情，那好不容易有动力出去了。对，那出国当然大家都是，我相信懂引都懂，很先都得出国来念，因为出国通常我们印象中要花好多的钱，住饭店好贵。那出去任何东西都不像在家里，通通都要花钱。那大家最常问你的问题，我想应该就是。你应该要花很多钱去旅行吧？你怎么有钱去旅行400多天呐？然后你知道回来了之后呢，工作每一年工作出去都4、5次，然后呢，我记得我有一年就是回来工作还出去了7次哦。对，然后他们就说你的工作的钱是都拿去旅行了嘛？对，然后我后来去年1整年也都在旅行嘛，去了25个国家。你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？可是我常说，改变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呢，就是从细微开始。以前我都会觉得出去一定要住什么大饭店，吃东西一定要吃最好的。对。可是我就是在那，打工度假的旅程，我开始当背包客。对，然后呢，也开始学什么自己煮东西。好棒。对，然后呢，开始学着找适合你的旅行方式。对，不见得你一定要参照。就是大部分说跟团的那种价值，我一定要 CP 值多高，然后呢，我一定要住最贵最好的饭店。我都说，你平常在台北，你会去101楼上吗？你每天都会去吃那种高档的牛排餐厅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说，那到了国外，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很建议大家，就是直接走到菜市场里面，对，直接去他们的小吃店，对，直接去他们的当地。住他们的青年旅馆，那也不需要就是带着大批的行李，就带几件你自己可以换洗的衣服，然后去感受那边的生活。对，所以其实雪儿走的旅行方式应该吃到黑，深入当地去了解在地的生活，去体验当地的生活。虽然我们常常讲说旅行可能要先查好说，我起码该提撇来景点，对，人山人海的景点一定要去，哪一间餐厅最好吃的一定要去吃。但其实那说不定都不是当地人会去吃的，会去玩的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你知道我好像上个月有去北海道嘛，我就在网络上查了一件，就是北海道札幌拉面，然后呢，我就去了哦，就是第1名的哦，然后去了之后进去一半都是台湾人，真的。然后我再问一下当地人说，你们有会去吃这家？对，他们说有这家拉面哦。所以那可能是炒出来的一个观光景点。第一个可能炒出来啦，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台湾人比较喜欢去的。对，那当地人可能有其他的选择。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注重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反而会忘记当地的平民美味。对，所以其实啊，换一种方式去旅行，换一种方式，不要做这么多的规划，但是可以体验在地的生活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要同大家来分享。
又到到福喜来嘅节目，我係综艺群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底路同大家來說嘅係雪兒的七家當係離場嘅終點一本書吼。頭前有講到佢嘅動到找素材，那很努力的放下本來的一切，去離行。那當然，這個旅行我真的覺得很佩服雪兒的勇氣，做了這麼大的改變。但是其實出國當然可以享受非常多的美景，享受不同的人文風俗，但是其實還是會很容易遇到一些危險。對，尤其是你是一個人出去離行，做啲同大家來分享，你是度過用嘅危險，還有你是怎麼處理？那大家要怎麼避免再去遇到這些可怕的危險？所以我的旅行中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你知道那時候我去了南太平洋一個小島叫斐濟，好美哦。對，每一個人都跟我說好美，可是你知道嗎？我的後面就有一堆陰雲在我的頭上這樣子，然後就下雨打雷的那種感覺。對，因為我去的那時候剛好是他們洪水來襲。然後颱風又要來，等於說你知道嗎？去的時候就已經天氣不是很好，一直在下雨了。然後到了之後，我們去一個禮拜都在下雨。要出海遇到颱風，對，那到附近的小島之後回來，那颱風已經要來了。對，然後可是我覺得最可怕的其實是最後要回去的時候遇到食物中毒。對，然後是吃到什麼？我也不知道吃到什麼東西，你就會覺得整個神經抽痛，然後你在整個身體都不停的在打顫的那種感覺。所以已經不只是就是可能只是拉肚子或者是吐這樣子。對，它其實應該算是神經性的中毒，等於說你的身體一直在抽搐。那時候就覺得天哪，我下一秒感覺要去見閻羅王的那種感覺。對。然後你就會覺得怎麼辦？撐到明天好不好？那我可以是買機票回家，我想要見我爸媽，我不想要死在這個地方。對，可是我覺得還好那時候有旅伴，然後我就是真的跟旅伴求救。然後呢，他們去跟櫃檯要了阿司匹林，讓你那個當時候的痛穩了下來。對，我就是等於說鬼門關再撿回了一命這樣子。好可怕哦！所以其實出去還是要懂心意，對不對？對，其實吃東西還有很多東西都是要小心，不管像很多人出去會擔心被搶啊、生病啊，或者是迷路這些等等。但是我覺得遇到了，你就是要很認真的去跟身邊的人求救。對，要懂得求救。對，然後呢，其實我跟很多人真的要很認真的說一件事，只要你手伸出去，就有人會握住你的手，不要擔心手伸出去，因為你知道很多台灣人就很害怕去跟人家，你知道嗎？打交道，問路啊，不好意思。對，然後呢，幫我一下這樣子。但其實路上的人都很好的，都很好，對不對？所以你看了按到某 Q 用國家的風景，沒讀到懂到某 Q 用國家的人。那先來說說看風景好了。你覺得你看過最美的風景，是觸動你的風景？其實我覺得現在讓我其實心裡還是最美的風景，應該是在北印的拉達克吧。北印的拉達克，這是什麼地方啊？哦，它其實你知道嗎？它應該算是在西藏的邊緣，它是大概4200公尺的一個高原湖。對，你覺得在那邊你好像看到寶石的一個風景這樣子。對，去那邊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對，他剛剛說海拔4000多公尺，已經比台灣最高峰還要高了。對，對啊，你到那麼遠的地方，看到這麼美的風景，那對你來講應該有很大很大的觸動跟衝擊吧？對，你會覺得很多東西，如果你沒有去選擇，你不會站在這個地方。真的。所以其實很多東西還是要忠於自己的選擇，跟承擔自己所在這個選擇的過程中會遇到的挫折，跟一些困難，這樣子。沒錯。那董董你會講啊，冇搶看你國外的風景啊，其實雪兒也是在台灣走了一大圈。那而且他去了這麼多國家，讀到某科用國家的你，那大家也有給你一些就是對台灣的印象，對不對？有，你知道嗎？其實我們一開始應該是說出發之前，我們都覺得台灣真的是個鬼島。對，現在很多人這樣說。對，很多人。可是你到了國外之後，你才會發現台灣是個寶島。對，你說很多就是香港啊，然後連中國那邊的人說，哎，你們台灣的東西食物好便宜啊，有這樣嗎？然後第二個，哎，你們國家的政治好民主啊。
对，因为可能有些这个国家政治并没有那么好，没有这么多自由。对，然后你们东西好好吃，对，所有东西其实每一个人都好喜欢台湾，那你就会觉得，那为什么我可以不喜欢它？那或许另外一件事情是你了解这块土地不够的深。对，没错，有时候很多人说当局者迷，对，旁观者清。对，那我们身在这个台湾，我们有时候可能忽略了我们所在的地方有多么的美。我前一阵子去了宜兰的太平山。虽然那一天天气很不好，我真的是出去的心情很糟。但是我看到下雨，对，跟雾蒙蒙的样子，其实那是另外一种感受。有没有很像仙境的感觉？真的，我觉得不管自己变成仙女的感觉，对，那都是一种心境的改变。不管去哪里，是，我觉得其实要自己的心境的改变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对，就是心境的改变，就会让你觉得。不管是在哪里，哪一种天气，都会有不一样的心情跟不一样的学习。对，然后你可以去适应那个时候的自己，那你也可以去聆听那个时候自己对自己在说的话语。对呀，所以啊，我觉得雪儿真的很不简单，放下了一切去旅行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旅行对他来讲，基本好多动作，没得到动作。虽然旅程的过程像。单身的时候去旅行，当然就是没有伴侣的这些牵挂，但是我觉得家人的牵挂还是会有，但是你也因为这个旅行，反而跟家人拉近了心灵上的距离。对，因为其实你知道我觉得应该是说，我们亚洲人其实对于家人会有一种长辈的感觉，父权啊，然后有那种距离。我们不喜欢说爱，东方人真的好不喜欢说爱，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让家人担心。可是说真的。你出去，家人怎么可能不担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后来我慢慢的坦然跟释然。现在我妈妈有我的 Facebook， 她还按了我那个粉丝页按赞。对。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去旅行的时候，我妈每天都会赖我，对，她会视讯我，现在在干嘛？去哪里啦？到哪里了？那我觉得这种感觉是。他慢慢的在拉近，他也明白你在做什么。我觉得有时候，我们之间的问题可能是在不了解对方，然后我们想要控制对方。可是当你放了对方自由的时候，他也理解了你在做的东西，他也看到了你的快乐，还有呢你的成就。对，那我妈妈现在是很骄傲的，看到你的文字触动了这么多人。发行了这么多书，甚至你连这本书自己才是旅程的终点，也开了很多分享会。对，那这么多人来聆听，这么多人来参与，所以其实我相信妈妈心底应该是骄傲的。对，然后我记得我还有在龙潭的那个情根语读小书院，开了一场分享会，我邀请了爸爸妈妈来听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温馨的，很温馨的，就是觉得爸妈看到自己的女儿，哇。长大了，原来不是再是我担心的那个女孩子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那么多的人来听她，她那时候本来很怕，就说来只有2-3个人怎么办？小猫2-3只怎么办呢？对，她也想说，哎，相亲啦，龙潭相亲来，要不要请大家喝个咖啡？然后现场来，哎，怎么那么多人？糟糕，太多人了，赶快把话收回来好了。因为那客家人都好客啊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鼓手啊，今天雪儿也很好客。他要来送书给大家。那我想雪儿，你现在可以送大家一句话，来给大家一个提醒，或者是给大家当做是一个座右铭。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认真看下西北发，你就要把雪儿现在讲的这一句话打在我们福气来了的粉丝专页上，那就有机会做在出到一本书哦，7家张黑离场的终点。那请雪儿来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我觉得我想要分享这句话就是，只要你不放弃自己，就没有人可以放弃你。真的，我觉得只要就像雪儿讲的，伸出援手，全世界都会来帮你。当然，你不放弃，全世界也会来帮你。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你一定就是不要放弃你自己。对啊，当你不放弃你自己，开始
微小的改变，那勇气就会一点一滴的累积在你的心里。那你想要做的事情，就会慢慢的从不可能变成可能。对呀。所以我其实雪儿累积他想做的事情，激发的动作的时间，作为动态的决心，这样做得跌下基本来的一切，出去离行，义无反顾的。非常努力的，非常有勇气的，所以呢，如果天使机条前的观众朋友，你也面对了人生的一些迷惘，分享太家来看一本书，认识雪儿的文字，认识雪儿的人，什么太家给我们耶稣看，也谢谢雪儿今天来跟大家分享，谢谢，谢谢，给各位观众朋友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听听欣赏，看下来做运动了。